Radio。又嚟到咗今個月最耀 B 時間，由呢期開始，我哋將會喺節目開始前插播一段爛 gag。事不宜遲，本期嘅爛 gag係究竟有乜嘢唔可以喺船上邊玩嘅呢？答案會喺節目尾段公布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潮爆孖煙通。今日我哋介紹一款最耀 B 工作室最新嘅研究成果——潮人專用多功能防爆孖煙通，簡稱潮爆孖煙通。佢係一條由3層鈦合金布料打造而成嘅史上最強最硬孖煙通，攞嚟扯大纜都冇問題。仲有呢個360度全面防漏鎖緊水分，尿急嗰陣玩多幾次10環都完全唔會漏。即使真係遭遇不可抗逆因素爆咗咁點算？我哋研究嘅孖煙通爆後可瞬間自動修復2萬次，可謂一副在手，一世無憂。我哋仲採用咗日本最新高科技防爆谷系統，保證你嘅菊花免受外來嘅任何威脅。自煙自潮，Hotline 換孖煙通顏色，保證唔會撞色，獨特熒光材料製作，令你喺黑夜之中綻放迷人性感光彩。標配 POS 機終端，讓消費變得更簡單。可以信用卡消費、支付寶支付、手機充值、校園卡充值、遊戲點加充值、煤氣費、水電費、管理費、房屋租金、停車費、道路違章罰款，通通搞掂。最重要嘅係可以提款嘅喎。配備指紋鎖，未經伴侶嘅許可，絕對係解唔到鎖，防外遇嘅最佳選擇。來自全方位掃描裝置，可即時更新全球尺寸排行榜。你嘅長度擊敗全球99%以上嘅用戶，成績優異，來之不易，請細心呵護，繼續保持。孖煙通內壁放有8國教授研究出最新最可靠嘅防輻射材料，保證減數分裂正常進行。獨家配有蜘蛛網仿生學防彈功能，堪比美國總統奧巴馬座駕嘅防彈性能。睇下呢個防彈測試，再聽一聽奧巴馬嘅使用感受。Hello， 呢條銀彈好鬼勁。着咗眼心坐定定，拉登你仲咁淡定，家下渣都冇得剩。採用法國嘅人體尾氣能量轉化系統，將放出嚟嘅氣體轉化成能量供電，避免臭屁嘅尷尬。自帶自動清潔系統，全年365日無需更換孖煙通，只需每3年更換內膽。來自 i9 8核處理器，支持 iOS、Android、Win Mobile 3系統操作，超過100萬款應用程序，允許多點觸控 WiFi、3G 上網，乃係居家旅行切水果必備良品。而家優惠大酬賓，推出合家歡套餐，買2條送你1條5鋼總隊長紀念版孖煙通。今期嘅節目又要講拜拜啦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，請輸入呢個網址，或者請上微博搜索最耀 B 啦。究竟有乜嘢係唔可以喺船上邊玩嘅呢？答案就係爆旋陀螺啦。